大家好，欢迎收看《台语真练长》，我是云轩。顶礼拜，阮有讲到林体血案这个惨案。伫1980年2月28日，林义雄阁有彭素敏因翁仔某，拄着伊的老母，阁有伊的双生仔查某囝，拢互杀死，敢若剩孤一个查某囝还活伫世间。这礼拜，阮就要来详细探讨是安怎经过41天，这件案件犹原无法度破案。互人讲是阿善赛下伤身，伫当时是这个案件的承办人员。就伫咧当时，因监视组的人员伫下晡2点的时阵就赶到位。伊对入去看的时阵，伊心内就想讲：这啥害啊？因为内底的人是钱甲客。照理来讲，负责侦查的同事应该要伫命案现场以外的所在，四界去问遐的民众，敢有看到可疑的人，或者是看到凶手。也毋过，伊当时的侦查人员却颠倒伫林家的厝体内面，乌白抄、乌白饼，颠倒甲遮的物证拢破坏去。凶手逃离开的时，甲凶器阁有捌着血的衫拢摕去，现场嘛找无捌着血的泥印。而且伫当时也无 DNA 鉴定的技术，监视人员若是想要补破网，就要比对众人的指纹。也毋过真可惜，后来经过真久长的时间的比对，犹原证实伫现场无任何一类手印是和凶手有牵连，而且伫当时现场嘛无采集到涂骹的鞋仔印，所以根本无法度判断嫌犯的人数阁有相关。就安尼。减少一项物证。这个采集物证的时机，嘛无充分的证据会当证明相关人士的嫌疑。即使讲头起先咧调查的时阵，拢一直拄着阻碍。尾啊，伫咧1996年、1998年、2007年，也有2009年，林体血案有几大摆互重新调查。负责侦办的单位拍算用相关的部门调查，敢有当年针对林义雄规家血案的监控记录，也毋过拢互这个单位拒绝。而且因为2001年那莉风台迄当时做水灾，造成有一寡档案全进水就乌有去。虽然几下摆的调查拢有真坎坷的过程，毋过自从促转会成立了后，因犹原无放弃找到真相的希望。伫2019年的时阵，促转会向公安局调阅相关的政治档案，也毋过这个档案却拢互列作是永久机密。尾啊，经过当时总统府甲国安会双方面的秘书长开会参详，促转会才总算有机会进入国安局去调阅和林体血案相关的资料。为这个资料甲看。促转会证实，伫当时的政府当局确实对包括林义雄在内的当外人士有真严格的控管。毋过，这个凶手煞有法度伫林家出入，而且阁有点外钟的作案时间。这表示林体血案其实无法度排除威权政治当局介入的嫌疑。顶礼拜，阮有讲到，伫案发的迄一天，有哪像凶手的人为林家敲电话到当时的金琴西餐厅。这通电话嘛，因为伫当时洪监听，所以洪当作是一个重要的线索。也毋过，过几天，嘛就是1980年3月初10的迄天，国安局竟然甲当时调查血案的小组讲，已经甲电话监听的录音记录拆掉，理由是。毋知影当时林家发生血案，才无甲电话记录留落来。这件代志已经到过尾40天，才因为促转会调查才来现光。促转会委员尤撇上有讲，案发迄天，当时的国安局长早就知影林家发生血案，所以讲毋知影林家发生血案，才甲这个录音拆掉。这种讲法是真无值得信任。讲较好听咧。录音带互毁掉，有可能是意外。毋过讲较坦白的，录音带互毁掉，嘛有可能是这个情形。比如讲，政治单位就是主导这个案件的单位，
或者是因伫暗中同意予凶手去下手，然后才赶紧把这个电话监听的记录毁掉。搁来，嘛有可能是政治机关事后才知觉到，也毋过凶手对外联络的内容，可能对政府当局或者是对政治机关不利，才要把这通电话录音杀掉。1980年的通知当局到底爱为林体血案负什么款的责任？这犹原需要继续探讨。到今已经41冬，这件案件毋但对林义雄规家伙仔来讲是真心的伤痛，嘛是咱做一个台湾人应该爱了解的代志。规个社会自民间到政府，无放弃追查，毋望有一天会当找到真相，追求属于台湾人的公平正义。